在生活的长河中，人们经常会幻想，若能知晓未来，将会如何避免错误，做出更好的决策。然而，现实中我们总是被迫接受世上没有早知道的事实。这个看似简单的真理，其实蕴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，值得我们细细探讨。首先，世上没有早知道告诉我们未来的不确定性。无论科技如何发展，预测未来始终存在着极大的挑战。人类所能做的，只是基于现有的信息和经验做出最合理的判断。即便在最精密的模型和预测系统面前，未来仍然充满变数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随机性和复杂性的世界中，任何试图预知未来的行为都难免受到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。例如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经常面临不可预测的市场波动。尽管有大量的数据和分析工具，专家们仍然无法完全预测市场的走向。股市的涨跌受多种因素影响，包括政治事件、经济政策、自然灾害等等，这些都无法完全预测。因此，投资者在做出决策时，不得不承担风险，并且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寻找机会。其次，世上没有早知道，也提醒我们要接受过去的选择与结果。人生中，我们经常会回顾过去，思考如果当初做出不同的选择，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。然而，无论我们如何后悔或幻想，过去的选择已经成为历史，无法改变。这种对过去选择的反思，有时候可能会带来无谓的焦虑和自责。学会接受这一点，意味着我们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，并且将注意力转向当下和未来。生活中的许多成功人士，无论是在商业、艺术还是科学领域，往往都经历过无数的失败和挫折。他们没有提前知道成功的路径，而是通过不断的尝试、调整和学习，最终达到目标。比如，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发明电灯的过程中，经历了数以千计的失败，最终才成功地找到了合适的材料和方法。他的成功并非源于对未来的预知，而是源于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改进。第三，世上没有早知道，也涉及到人类对于掌控的欲望。人们常常希望掌握更多的控制权，进而预测未来，这样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。然而，实际上，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掌控能力。我们需要学会在不确定中找到平衡，接受某些事情是无法预见的，并且培养灵活应对变化的能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提升我们的适应能力和创造力比试图预见所有的未来更为重要。适应能力使我们能够迅速反应和调整策略，而创造力则帮助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找到新的解决方案。这样，我们可以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，
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力，而不是被恐惧和焦虑所困扰。最后，世上没有早知道，也鼓励我们珍惜当下。生活中，当我们沉迷于未来的憧憬或过去的遗憾时，往往会忽略当下的美好。事实上，当下是我们唯一真正可以把握的时刻。学会珍惜和善用当下的机会，不仅能够提升生活的质量，也能让我们更好地准备面对未来的挑战。总的来说，世上没有早知道是一个提醒我们接受不确定性、珍惜当下的重要观念。无论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挑战，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，我们都应该保持积极的态度，提升自己的应对能力，并且珍惜当下的每一刻。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不可预测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，并且过上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。